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听演讲讲台语。听讲啊，后礼拜会有一个真有名的人要来咱学校演讲哦，真期待呢！听演讲啊，就是咱伫2点钟来，甲别人几啊年累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，拢一摆甲学起来，安尼啊，是毋是真的好咧？那安尼听演讲的时，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对话咧？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啊，咱就要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若是要带人去听演讲之前啊，老师拢会甲咱先说明演讲的内容和规则。一开始啊，可能会对演讲者开始讲起，伊会讲，听讲啊，来的迄位是什么领域的专家呢？过来啊，伊就会提醒咱爱表现好好哦。各位同学，咱爱展现咱学校的气质。咧听演讲的时，大家爱专心哦。过来啊，老师可能会去继续讲啊。那演讲煞会有自由讨论的时间，大家记得爱先准备问题哦。若是啊，老师想要出相关的作业，爱伫事前先讲，像讲啊，后礼拜爱交听演讲的心得，1000字至2000字哦。等到演讲者来，咱就入去听演讲，演讲听煞。这时啊，若是咱真介意讲者讲的内容，咱会当过去甲演讲者讲啊，我真介意你的演讲，敢会当甲你翕相，敢会当留你的联络方式，以后若有问题，敢方便甲你请教。若是演讲者愿意留下联络方式，像 email 这样，咱后续啊，就有机会甲伊继续保持联络咯。复习。听讲来的迄位是什么领域的专家？各位同学，咱爱展现咱学校的气质。咧听演讲的时，大家爱专心。演讲煞会有自由讨论的时间，大家记得爱先准备问题哦。后礼拜爱交听演讲的心得，1000字至2000字。我真介意你的演讲，敢会当甲你翕相，敢会当留你的联络方式，以后若有问题，敢方便甲你请教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听演讲讲台语是毋是无困难呢？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